轩，今天的孩子还问起你来了。哪个孩子啊？就上次抱着你腿叫你爸爸的那个呀。今天他看到我就问：“爸爸呢？爸爸怎么没有来？”我听了真的是觉得怪心酸的。一个孩子没有爸爸，却得叫陌生人爸爸，真的不知道他的成长过程要怎么办。在幼儿园里那个孩子是我们的孩子吗？不是，你撒谎！那我们的孩子呢？我拿掉了。我可以为了他生孩子，我可以为了他把我们的孩子拿掉。请记住，你是有老婆的人。哎，我还能带孩子去你家吃饭吧？饭好了，过来吃吧。啊。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，我想上楼睡会儿。啊？你自己吃吧。你还好吧？没事，头疼。他在家里也这么样子吗？对啊，老不听使唤了。闹闹其实他真的挺会画画的耶。嗯，你在家里有教过他吗？没有，都是他自己拿着笔随便画的。真的啊？我也不知道他画出些什么东西来。其实闹闹真的挺会画画的，你应该考虑让他学一学。来吧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嗯，哎，不如我们一起吃饭吧，等会儿还可以接着聊啊。你们好像聊得挺开心的。对呀，我和爱宝总有聊不完的话。一起吃饭吧。不了，我跟孩子还有事呢。那让我们送你。没关系，我打车回去就行了。我们改天接着聊。好了，拜拜。其实你不用每天都来接我的。走吧。走。那个人不是吴越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啦，他就是演《西游记》的那个呀。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演猴子的人。我敢保证，他一定就是。不然我们打赌。打赌？怎么赌？不如我们就赌闹闹吧。如果我输的话呢，闹闹就借给你玩3天。这算哪门子赌注啊？那我赢了，还得帮你带3天孩子，不是自找麻烦吗？你不要口是心非了嘛！我看你那表情就知道你特别喜欢闹闹。这倒是被你说中了。那好，可是你赢了呢？哎，不如这样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把闹闹给我们玩3天；如果你赢的话，我老公借你差遣3天。你就这么放心把老公交给我啊？我不会输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怎么确认啊？不如我们去问。
请问，小姐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请问你是演《西游记》的吴？对，那我可以跟你合个影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个吧，公司有规定，他不能合影。在这种场合下不让合影的。哎，等一下。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这么对待我自己的游民啊！哎，你好，拿我的照吧。啊，稍等。留个电话吧。嗯，宇轩，今天我给你迎了一个儿子回来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反正呢，从今天开始的3天起，闹闹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和爱宝打赌啊，他输了就得愿赌服输了。对啊，闹闹接下来也要去你们家玩3天了。听见了没？你开不开心？你们在哪儿啊？我把手头事情做完了，我马上过来接你。姐，你老公也太不靠谱了吧！说要来接我们，现在都几点了？去一趟天津都该回来了吧？早知道这样，就不让他来接我们了。对啊，这下可尴尬了，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。等一下遇到交通高峰期，非得堵在马路上不可嘞。但我们现在走的话呢，你老公应该在路上了吧？让他扑空也不好吧？那能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再等等吧。讲讲你们谈恋爱的事情吧。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讲的？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不是吧？我看他不像是没有情调的人啊。那你就错了，他其实挺大男人主义的，没什么情调。不过他倒是挺喜欢旅行的，但是常常是说走就走，也不跟你商量的。还有，他喜欢画画，也画得挺好的。他常说，如果他没有做广告的话，搞不好会成为一位画家呢。哎，不如这样，今天晚上你去我家吃饭，我让你看看他的画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就这么定了。等会儿我们去超市买点菜，我再让他做几道他的拿手菜给你吃。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爱宝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，真正的走进了我跟乃梦的世界。对于这个家庭来说，意味着什么？未来将会发生什么？一切都是未知。来，喝杯水。不用这么客气了。你以后啊，愿意的话，常来家里玩。谢谢。南梦姐，你家布置的真的很温馨哎。真的啊？哎，我给你看，你看，我上次看到这个家里的装潢，我特别想，如果以后有孩子的话，我要把婴儿房装成这个样子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很可爱啊。我去帮帮他，你一个人坐一下。哎，豆角包好了，还有这些蔬菜也洗好了。鸡翅就做上次那个样子吧，味道特别好，我想我女朋友一定会喜欢的。今天就麻烦你好好表现一下了。
我们公司虽然不大，但是五脏俱全，还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呢。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问我们哦。对的，对的。哎，这个策划案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聊什么呢？那么开心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孙林，林总的大秘，大红人，你可得好好认识一下。你好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别贫了啊，别打扰人家工作了。乃梦和爱宝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看着他们俩那么好的关系，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矛盾和纠结，总觉得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在我周围围绕着。闹闹，叔叔爸，为啥这个狗熊戴着帽子？为啥它这个帽子这儿呢？这个狗熊做这个狗熊的时候，这阿姨给他穿的衣服呀。哪个阿姨呀？这是做狗熊的阿姨。为啥它也穿着裤子啊？爱宝走进了我跟乃梦的生活，可闹闹渐渐走进了我的心里。林总，